面对书柜拿出一边写嘅客家母语教材，也係高雄人第一本客家語文教材。語言消失起嚟，文化都消失，甚至於客家族群意識都消失起嚟。我係客家人，我當然用客家講啊。我出公開場所，我哋要發言權，我哋要講話嘅權利嘅時候，我哋要尊，我哋嘅肢體，客家肢體，要尊重人自家客家語言。行喺公共場所以，客家語言講出來嘅時候，冇人聽嘅時候，冇講嘅時候，親像講啊。冇一種正當性啊！呢嗬，那時我哋語言當然就變成家庭語言嘛。原本客話只係家庭語言，從天面三萬保存客話，以出編教材和編寫試驗客言詞典，也都有相關嘅著作。按多年來，也係帶領客家鄉親抗議民農水庫興建，對保存客家記錄、延續客家意識，特別黃貼水果嘅自然生態影響如鬼大，伊嘅成就韓國係大家都看得到嘅。連族群意識都會消失。